保育香港的光芒。璀璨霓虹展現香港充滿活力的精神，以及標誌性霓虹燈背後的技藝。數十年來，霓虹招牌以閃耀的字樣繪畫香港的天際線，將街道化為一座流光溢彩的藝廊。由50年代初興起，經歷80與90年代的黃金時期，這些手作的霓虹招牌為當鋪、茶樓以至各行各業所做廣告宣傳，塑造了香港獨特的視覺形象，並為其贏得東方明珠的美譽。霓虹交匯作為一個非牟利組織，十分榮幸能向傳統霓虹匠人致敬，同時邀請新一代藝術家，透過新穎的平面和立體創作，傳承並延續這項工藝，呈現霓虹如何繼續啟發全球各地的藝術家、設計師、電影製作人、攝影師和夢想家。我們的使命簡單而迫切，保留這道日漸黯淡的霓虹光芒，讓香港的街道繼續以其獨特的溫暖和個性風采。霓虹不單是光，它承載着記憶和工藝，更是這座不夜城跳躍鮮活的脈搏。秋田館，秋田館的霓虹燈印證了在90年代席捲香港的日本文化潮流。它曾經高掛在被譽為香港秋葉原之稱的深水埗鴨寮街。秋田館專門售賣日本電子產品，以其現代魅力吸引全城的愛好者。招牌的兩面帶有小狗和小貓的可愛圖案，他們興高采烈地拿着手提電話談天，充分展現日系設計的卡哇伊趣味。這個霓虹招牌在2021年被霓虹交匯拯救，大概是鴨寮街最後一塊霓虹，也是整個社區最後的幸存者之一，令人憶起這座城市曾經透過霓虹燈飾彰顯都市活力、創造力和文化連結的年代。這個招牌的修復及保育不僅彰顯香港多元文化交流的意義，同時也向霓虹為城市日常生活帶來的獨特工藝、創意與故事致敬。大昌眼鏡中心，大昌眼鏡中心的霓虹招牌曾經是於大坑西村屹立45年的奪目招牌，以燦爛的工藝照耀數代人。招牌設計出自經營大昌眼鏡中心的李氏父子之手，他將巨型霓虹重新演繹經典眼鏡造型，設計靈感源自雷朋、Ray-Ban 標誌性眼鏡框的永恆魅力。其醒目的藍色邊框、綠色眼鏡圖案以及紅色字體，成為了深受戴的地標和鬧市夜景中不可或缺的光芒。目光銳利的觀眾或許會留意到倒轉的字樣昌大昌，這種倒置的方式反映出這些霓虹招牌當年最初的懸掛方式，亦正是昔日於石硤尾吸引路人注目的特色。在2004年2月，霓虹交匯協助拯救並保育這對珍貴的招牌，確保其光彩繼續為香港的活視覺文化遺產發光發亮。利工民織造廠有限公司，利工民織造廠有限公司霓虹招牌於2024年4月從灣仔莊士敦道拆卸，標誌了在香港城市景觀和設計文化遺產裏一個時代的結束。在過去40年間，這個招牌以經典的藍色邊框、紅色書法字體和跳躍的金綠圖案，彰顯本地工業工藝和企業的精神，照亮街道。利工民織造廠有限公司創立於1923年，而這個招牌反映了香港成為製造業和商業工藝樞紐的演變。除了宣傳利工民著名的純棉針織之外，這個招牌成為了灣仔夜景的燈標，體現了香港霓虹時代的集體回憶及蓬勃創意。它見證了豐富的歷史傳統，當年的手作霓虹為社區賦予視覺特徵，敘述本地製造業的發展，同時為香港聞名世界的夜景添色。金綠招牌被小心緩緩卸下的過程，不但紀念了利工民橫跨一個世紀的品牌傳承，亦引領觀眾思考香港日漸消逝霓虹文化遺產的意義，提醒人們那些如今被收藏在展館中的故事，
工藝與視覺文化仍在此延續着光芒。南昌大押，這個耀眼的霓虹招牌從遠處已清晰可見，一對歷史悠久的招牌的其中之一，造型像一隻倒掛蝙蝠吊着銅錢，曾照亮深水埗汝州街與南昌街的十字路口。這個標誌性的圖像源自傳統中國傳統象徵，蝙蝠的蝠寓意福氣，銅錢則象徵財富。招牌將兩者相互結合高掛，為所有從底下經過的路人帶來祝福。與其他當鋪招牌有別，這個標誌同時顯眼地展示出喜字，以識別南昌大押為富城按揭有限公司旗下的商家。富城的當鋪創立於1940年，由著名的高可寧家族管理，在香港社會及經濟生活中屹立數十載，以可靠、受信賴的金融服務見證時代變遷。南昌大押的所在地被評為3級歷史建築，保留着傳統特徵和霓虹工藝，既是霓虹光之道，這件平面的香港的士霓虹作品生動地展現了3代人的創意與精湛工藝，由年輕多媒體藝術家盧浩天聯合他敬愛的外祖父霓虹屈管大師黃建華師傅和父親盧錦寧共同創作。作品啟發自盧浩天的構思，而後3人共同設計和製作這件還原真實的市大小、總長4.3米的霓虹作品。展覽誠邀觀眾踏進這輛獨具特色、極具標誌性的霓虹的士，沉浸在它耀眼的光芒之中，攝下難忘的回憶。璀璨霓虹星景，霓虹時光隧道，走進回響的隧道裏，珍貴的景象和聲音如同夢境碎片一樣縈繞。在柔和懷舊的霓虹燈光下，日常回憶徐徐展開，人聲、腳步聲，瞬間即逝的環境音構成香港的節奏。香港城市魅力，香港霓虹熱潮正值經濟蓬勃發展的年代。細聽服裝廠的嗡嗡聲，玻璃器皿的碰撞聲，以及霓虹工作室內光管低頻的電流聲，將你傳送到這座曾經以製造業和工業為支柱的城市脈搏之中。滋味回響，香港可謂世界知名的美食天堂。細聽黑膠唱片播放茶餐廳裏的熱鬧交談，奶茶咖啡杯碰撞作響，然後再感受那份活力。或許是乘搭的士在霓虹閃爍的街道上穿梭，或許是騎着電單車在夜色中冒險。光池無界，兩輛還原現實大小的霓虹杜卡迪電單車，以火紅及亮黃的耀眼光芒點亮整個展廳。這兩件作品由年輕多媒體藝術家盧浩天構思，聯合他敬愛的外祖父霓虹屈管大師黃建華師傅和父親盧錦寧共同創作。3位基於盧浩天充滿動感的創作概念，一同合作設計和製作這些活力四射的藝術設計裝置。觀眾可以近距離欣賞這些另類電單車的光彩，也可以坐在此充滿趣味和創意的作品上合影留念。太平館餐廳，太平館餐廳是香港飲食文化的標誌之一，其歷史可追溯至1860年在廣州由徐老高創立之時，
當年他為本地船員和商人把西式食譜融入中式口味，開創了早期融合菜的先河。1938年遷至香港後，太平館以其招牌菜而聞名，例如瑞士雞翅、烤乳鴿和煙三文魚等打響名堂。至今這些經典菜式仍然是其4間分店中最受歡迎的選擇之一。油麻地分店尤其憑着醒目的霓虹招牌見稱，標誌帶有鮮豔的藍色邊框和獨特的橙紅色字體，由著名書法家陳經雄親筆題字，成為舊日香港的標誌性象徵和懷舊地標。雖然新的政府規管導致招牌於2023年被拆除，但霓虹膠會隨即介入保存，讓這件重要的城市視覺遺產得以為後世保留下來。太平館的霓虹招牌不僅標示着餐廳的所在，更承載着這家被譽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持續營業中餐館之一，以及其作為港式西餐先驅的歷史地位。霓虹膠會對這塊招牌的保育工作，彰顯了其致力於傳承香港獨特視覺景觀與飲食文化的決心。心源光譜，這棵霓虹樹是展覽璀璨奪目的中心，充滿色彩繽紛的創意。它由著名霓虹藝術家劉浩輝設計並手工打造，受香港芭蕾舞團委託，用於其2024年由衛城天編舞的《綠野仙蹤》宣傳活動。霓虹樹枝繁葉茂，閃耀着絢麗的光芒，邀請各年齡層的觀眾前來互動，發掘驚喜，以及融入這片歡樂變幻的光影世界。當你走近這個奇趣的裝置，每個邂逅都會被轉化成愉悅奇妙的時刻。霓虹之夜，舞池的脈動。這場結合光影、節奏與集體能量的霓虹盛宴，喚起了香港昔日的士高年代的精神。作品靈感源自傳奇舞廳如 Canton Disco、Hot Gossip 與 Manhattan Night Club，將香港夜生活的文化遺產轉化為一場結合霓虹與聲音的沉浸式體驗。步入空間，四周彌漫着談笑與旋律的節奏。訪客隨光影節拍的引領走向那四面鏡影、光彩流動的舞池。3度上升的霓虹圓環如層層節拍般湧動，其顏色呼應着音樂的節奏。懸掛的鏡球將光影灑滿整個空間。裝置將熟悉的市高旋律與當代電子聲響融合，連結過去與現在。霓虹工藝在此化作編舞，手工屈製的玻璃與律動的光影隨音樂共舞，將香港的市高之夜的魅力幻化成精緻而現代的體驗。金鳳大餐廳，走進光彩奪目的尖沙咀，昔日金鳳大餐廳的霓虹招牌曾是這裡耀眼的地標，象徵着該地區黃金時代的夜生活和飲食魅力。幾十年來，它展翅飛翔的鳳凰與翻騰的火焰，把溫暖的光暈灑在熙來攘往的人行道上，吸引着本地街坊和遊客前來享用難忘的美食盛宴。這面招牌不只是一則廣告，
更凝聚了香港不夜天堂的精神，同時亦為尖沙咀營造出電光繽紛的氣氛。金鳳大餐廳的霓虹招牌在1998年12月8日首次點亮夜空。27年後，它因餐廳裝修而被暫時卸下，但並非永遠消失。如今，一塊全新的霓虹招牌再次高掛在鋪前。店主覺得發光二極體 LED 燈過於生硬，只有霓虹才是有生命的光源。其溫度與微微閃動更能呼應這個地方的靈魂和務求，令金鳳繼續在社區中心閃耀亮光。29色彩虹，霓虹的五光十色，隨着霓虹燈行業在1990年代達到頂峰。而幾十年來的實驗將可用的顏色擴充成豐富的色譜，透過混合惰性氣體、控和電流以及玻璃管壓迫彩色粉末塗層的種種試驗與調配，最終大大擴闊了可用色彩的範圍。霓虹燈的色調直至2005年已經能夠呈現逾100種繽紛色調，但當霓虹燈逐漸被 LED 等新科技取代，市場需求逐漸式微。商業玻璃管製造商無法再提供如此廣泛的顏色選擇。現今市面上只有少於29種顏色可供選擇，而這項工藝能否延續下去，將有賴於只剩極少數生產商在經濟上能否維持營運，以及一個前景未明的市場。